来继续来看国防部配合着政府力令的政策，按算今年要伫141个营区来安太阳能板。也毋过高雄的陆战队指挥部所发现，停放着战甲车的车棚的面顶安太阳能板是反光，反甲真厉害。这营区上看甲清清楚楚。国防部是出来背会，讲安太阳能板的车棚，拢毋是集中来停放着战甲车的所在，请放心。中正2号学生列队参加教育，虽然台面顶的太阳能板看会到，因为中正2号是台湾头一个太阳能光电的营区，当年发电量超过2200万度，4600外户的用电量。中正2号边的陆军官校本来巴洛克风格北营区大楼。规排校舍厝顶目前嘛拢斗太阳能板，为墙仔外就看会到。配合政府推动绿能政策，公布伫2025年之前，太阳能装电用量目标是185千瓦，估计今年为止将有141个营区达成301千瓦。毋但学校高雄陆战队指挥部将行政车辆甲战甲车底用的车棚作为太阳能板的基地，铺太阳能板，也不会反光，被认为讲这违背战甲车应该稳密的原则，需要检讨。国军是以战备训练作为国防施政的优先，各式战甲车的停用都有固定的掩体，目前经过同意搭建的钢棚，主要是用于提供部队晴雨天操课、车辆暂停保养等多重功能，而不适用于集中停放战甲车。国防部强调讲，各项主战的装备掩体重要机敏基地拢无设光电板。专家认为讲，国军是参考美军甲其他西方国家的做法，找代替能源。基地是固定的一个设施，所以它并不会因为太阳能板的反光，就造成说是会被敌人锁定的状况。而是敌方可能平时就会把这个基地的坐标输入，用 GPS 也就卫星定位来做导引。专家嘛表示讲，美军甲北约国家拢慢慢利用这个绿色能源，更加研发出移动式下当支的这个太阳能板，降低后勤成本的负担，提高作战部队的机动性。认为讲国军的军用力能有扩大使用的必要。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